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有感而发》第3集。我是小张。这个有感而发，拢是短片的。这集咱要来讨论一个现象：网络顶悬有一个节目，专门在教台语，但是这个节目99.9%的时间拢在讲国语。主持人开嘴合喙，拢讲台语是上古汉语，但是伊参说文解字就看无，音黑白乱切，字黑白乱解说，敢有影安尼？真正诶，证据就伫影片内底，你甲看落就知。一开始，咱先来讨论一个问题：若有一间补习班专门在教英语，但是99.9%的时间拢在讲国语。这种情形下，你敢会甲囡仔送去这间补习班学英语？一定袂嘛？为虾米？就算讲你甲送去，这个囡仔永远嘛学袂晓。问题毋是囡仔嘛，问题是这个老师伊本身插英语都袂晓讲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咱即马来看陈博士安怎讲这字来。伫白话音这个所在的切音实在有够含。我参学都无想要学，咱直接来看说文解字。这个字写甲真清楚，将背、大声、直接韵、韵会、正韵内底写甲真清楚。这个字long、大、切音都读作大。这两字是共一字，古早字是倒平迄字，咱即马拢写作正平即字。这个字就是心胸手大的大，就是安尼。所以这字内另外一个音就读作大，就是安尼来的。无需要去黑白乱切音，无需要去假咬啦。这个人开嘴合喙，拢讲台语是上古汉语，但是参说文解字写甲遮清楚，伊就看无。你若真正毋知影讲心胸手大安尼读，上起码你嘛应该听过江蕙的这条歌，对无？说文解字写甲遮清楚，有平坦坦的大路你毋行，偏偏你要行细条巷仔，连咪你要长头细角，连咪要亮悬，连咪要压低，连咪要出手，连咪要踢骹，是安怎都要遮麻烦？因为无安尼，就点袂出来伊的功夫嘛。但是即款的功夫是假的，毋是真的。咱即摆来讲一个简单的结论：闽南语汉字学是咧教台语的节目，结果99.9%的时间拢在讲国语。无要紧，说文解字竟然看无，我相信是看有啦。但是就像我讲的，居心不良嘛，挑工带你行细条巷仔，甲代志创互真复杂，音才来随便乱切，字才来随便乱解说。看即款的节目，你敢有影有法度学到台语？校长的建议是安尼啦：第一，空虚字典凊彩现现的，嘛比看即款的节目较赢。第二，你来看校长的节目，校长的节目一定有文献，一定有根据，但是我讲的无一定对。我欢迎各位甲我批评，甲我指教，咱大家做伙来讨论，目的就是要甲台语的正字甲找出来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